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到34节，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14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今日的主题是领受圣神。23号是今年的圣神降临节。伫圣神降临节的信息的内底，牧师也有特别强调着圣神充满的重点，不在这个运数啦，乃是在伫性命，是在伫呼召。伊讲运数的目的是呼召，毋是运数是目的啦，所以咱爱真清楚这个代志。耶稣基督的门徒领受圣神，迄个时阵，因的性命得到改变，因得到主的平安同在，领受着耶稣基督的呼召。因领受圣神，绝对是一个性命的改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领受洗礼是遮尔重要的一项事，因为洗礼对于咱来讲，就是接受水的洗礼这个过程，但是事实上却是借着洗礼来接受圣神，直接进入伫咱的生命内底。那亲像耶稣伫领洗礼的时一样，伊对犹太人来讲只是一个礼仪，也是讲亲像耶稣甲约翰所讲的，着当尽的义啦，着爱尽的这个过程。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洗是代表圣神所带来的生命改变，还是讲应该是生命改变啦。领受圣神是生命的中坚，找一口气，互恁伫这个搁活起来这是圣经所甲咱讲的这是先知以西结对伫满山满谷的这个骨骸所讲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上帝的大气力，分一口气是上帝的大气力，是讲领受圣是上帝的预言甲气力，互人去活起来。对于骨骸到伫生筋，到伫生肉，也是讲包一层皮起来，佮吹一口气，互内面有迄个上帝的圣神，然后互人通好活起来。就安尼，咱知这就是上帝，这是上帝这个以西结所讲的以色列人是毋是已经袂记即上帝的存在呢？当然，照这个记载来看是啦，因离开上帝的道路，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离开上帝用家己的方法，咧唱，这个是足有问题啦，亲像几工前，咱有讲到金门县的县长，无要管防疫的这个命令，家己去做一寡这个代志，伊必须爱去互校正，回归伫这个法律的顶悬啦同款基督徒是正着安尼，圣神充满，然后得到佫是重新的活命，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你讲骨头生肉、生筋，佮生皮，好那亲像人一步一步一步，甲上帝恢复迄个关系，然后恢复上帝圣神所赏赐的活命。圣经咧讲要休烂的，要休烂的人你着方来讲预言，甲伊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对四面来的要找入这个身躯，互因佫活起来。圣经遮着以西结先知所讲的话，生命得到重建是上帝的恩典。当人离开上帝的时阵，就需要上帝的恩典甲怜悯啦互人才会愿意接受的人，提通得救。
这骨骸尸体是指着这背离上帝以色列人所讲的。圣经讲，这朽烂的人啊，以色列人亲像这个尸体，因认为家己已经非常会孤单，无有仰望，无有前途，所以你着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讲有言，甲因讲。我赐权的上帝安尼讲，我要拍开恁的坟墓，将恁带出来，带恁到伫以色列本土。我拍开恁的坟墓，带恁出来以后，恁就知我是上主。我要将我的气分入去伫恁的内面，互恁搁活起来，互恁住伫家己的土地。安尼恁就知我是上帝。我讲一定实现。我上帝安尼宣布啊！但是伫今仔日的基督徒咱呢，是毋是经历着死搁活的即个圣神恩典？亲像耶稣基督的使徒共款，使徒经历着呼召、军队、学习、受测验，然后受惊吓，就是耶稣被掠的时阵，因好人经历逃亡、米。惊吓、信心，亲像进入死亡的现象。当耶稣基督搁活了后显现，最后甲因讲领受圣神吧，并且圣父因有权柄，一直到圣神降临一个时阵，因搁一届领受圣神，然后生命就被改变。这个那亲像上帝借着以色列先知甲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迄个一步一步吼，因为生命被重建了后，就活出勇敢的宣告者的生命这是初代教会被建立。伫面对武汉肺炎的这一年外来讲，咱也亲像经历许多的经验，对惊吓到无助，对无助到失望，对错手感觉讲安尼，一切拢真惶狂吼无法度来准备接受的即个情形的下面咱要安怎来活出迄个信心？咱等到疫苗渐渐开放，要来回归正常的生活。我记得去年1月的时阵，牧师对台湾倒来美国了后无几工。台湾这的人工朋友就送来请求，讲台湾因为发现武汉肺炎，真侪物资抢到拢无去我真较离开台湾后面就请求要求的这台湾的亲人朋友同工，我就开始替因在组织这物资，无想到讲寄转去台湾无几工了。第一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即个确定的病例，就伫阮附近发现，然后美国就安尼伫即个真无系统的防疫的即个内面，确诊的人一直起来，到目前为止，美国还阁是全世界确诊人数上侪、甲死亡人数上侪的一个国家啦咱。就是讲，嘛捌经历着讲，等台湾会当寄喙安来，有迄个咱安尼听候久久的疫苗现在伫要开放无算毋知其他人的想法，但是我的想法真简单，咱即马比过去较好，也有必要全面开放。亲像搁活迄个型啦但是目前咱的确诊人数以及即个比例紧张万分，即个台湾的情形，其实还阁加真济啦开放了后的加州会安怎？开放了后的美国到底会安怎？无人知。但是通想的，就是讲大多数人拢等袂赴伫即个内底，咱是毋是有更较济需要来思考警醒的？伫即个
咱讲后武汉肺炎的疫情搁换，是毋是会对咱带来另外一个冲击？值得咱的思考，值得咱继续努力伫基督圣神的内面咱好好来祈祷。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到34节，以西结书37章第1到第14节，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领受圣灵。23号是今年的圣灵降临节。那在圣灵降临节的主日信息里面，牧师也一再的强调，圣灵充满的重点不在于恩赐，乃在于生命，在于呼召。意思就是说，圣灵所带来的恩赐目的是在呼召，而恩赐不是我们的目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领受圣灵，就是生命得到了改变，他们获得了主的平安的同在，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领受圣灵绝对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领受洗礼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洗礼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水的洗礼的过程，但是实际上的意义却是圣灵直接进入，透过水的洗礼，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如同耶稣基督领受洗礼一样。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礼仪，就是耶稣对施洗约翰说的，我们就当尽的义。但是在基督的洗里面，却代表了圣灵所带来的这个生命的改变。领受圣灵是生命的重建，吹一口气，使你们再活过来。这是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对这个满山满谷的骸骨所说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为就是上帝的大能，吹一口气是上帝的大能。说上帝大能的预言使人活过来，从骸骨到生筋长肉，然后它包一层皮，然后再吹一口气，就可以使人活过来了。这样子你们就知道我是上帝，这是上帝说的话。以色列人是否是已经忘记上帝的存在呢？为什么上帝要这么说？是的，他们离开了上帝的道路，他们忘记了上帝，他们远离了上帝，去敬拜偶像，离开了永活的道路，进入必死之地。他们再次领受圣灵，让人们从死里的境界一步一步的被恢复，然后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恢复上帝圣灵所赐的生命。圣经说，必朽的人啊，你要向风说预言，告诉他，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从四面八方吹来，吹进这些躯体，使他们活过来。这是对圣灵说的了。生命得以被重建是上帝的恩典。当人们离开上帝的时候，就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然后使相信的人人人得救。这些骸骨尸体就是指着那些背离上帝的以色列人所说的。上帝对我说，必朽的人啊，以色列人正像这些尸体，他们认为自己非常枯干，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所以你要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说预言，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来，领你们回到以色列的本土。我打开你们的坟墓，领你们出来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
我要把我的气息吹进你们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让你们坐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了。我说的一定实行，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这个是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对失去信心的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说的。他们经文说了，以色列人正像这些尸体，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盼望的，是枯干的了。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呢？我们是否曾经经历过那种死而复活的圣灵恩典？如同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一样，他们曾经经历受呼召、跟随、学习、服侍、受差遣，也曾经受惊吓，就是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他们否认，他们逃亡，他们躲藏，他们害怕，他们信心弱到好像死掉一样。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显现，最后耶稣告诉他们领受圣灵吧，并且赐给使徒们有权柄，一直到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他们再度的领受了圣灵，生命就被改变了，生命就被重建了，就活出勇敢的宣教者之生命。我们看到使徒的经历其实很像以西结所描述的这一些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被建立，然后领受圣灵之后，他们就活出一个勇者的样式这样的生命。在面对武汉肺炎1年多来，我们也共同经历了使徒的经验，从惊吓到无助，从无助到失望，从措手不及到慢慢归回稳定。等接种疫苗，渐渐的开放，回归正常生活。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说，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过。牧师还记得去年1月份刚从台湾回到美国的时候，没有几天就收到台湾的同工这些亲友来的请求。他说，因为台湾已经有武汉肺炎的确诊疫情发生，所以很多物资都已经被抢光。那有一些防疫的物资，比如说像体温计等等这些东西。我前脚才离开台湾，后面马上就得到协助的请求，我就赶快协助他们去募集这些购买这些物资。没有想到才寄去物资到台湾没几天，就美国的第一个确诊的病例就在我们的周遭发生了，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防疫，然后当时候的防疫，美国的防疫来说，真的是毫无章法的这个联邦这个防疫单位、总统、各州甚至各市非常非常的乱每天的确诊人数都等比级数这个增加了这个到目前为止呢，也可以说美国的疫情还仍然确诊人数或是死亡人数还是在全世界的第一的曾经巴望着台湾寄来的口罩也深切的等候疫苗那现在呢，已经到了加州预备要开放了。牧师不知道这个大家是怎么想法，但是我想法很简单我一直跟台湾的朋友这样说，我们现在比起去年好了非常非常的多，也预备要全面开放了。
很多人觉得好像复活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呢，美国或是我们加州的确诊人数，或是说那个比例，仍然比紧张万分的台湾高出非常的多。意思是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想开放之后的加州会是如何。其实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大多数的人都等不及了，要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这样的后武汉肺炎的疫情复活，是疫情复活呢，还是我们在疫情之后复活呢？我觉得这个蛮需要我们去好好思想的。在圣灵充满的下面，值得我们观察、思考，更需要我们基督徒好好祷告，在圣灵里面领受上帝的启示。